現在為大家去講解翻啦，喺一個八字入面啦，即係 Ken Sir 用緊呢一套盤古靈數入面咧個時柱咧，佢嘅功能同埋代表咗個人物係啲乜嘢？邀請大家記得睇晒呢一個 video 啦。假如咧閣下咧係第一次入嚟咧睇 Ken Sir 教你睇八字嘅話咧，就記得就訂閱咗我呢一個 channel 啦。呢一個 channel 最大嘅目的咧就為生命創造價值。無論你係有學過八字定係冇學過八字都好啦 ，Ken Sir 亦都會係透過呢一個 channel 咧去教懂大家咧點樣看通自己嘅生命數據。如果你學過八字嘅話咧，亦都咧會學懂一啲咧就係你從來咧都未認識過嘅資訊，甚至乎咧好多玄學家或者你哋嘅老師咧都冇教過你哋嘅資訊咧 ，Ken Sir 喺呢度咧亦都好為你哋咧去分享翻。如果咧你係從來都冇學過八字嘅話咧，而咧呢一個 channel 咧亦都咧可以幫到你咧就認知自己咧喺本身你嘅八字入面有啲乜嘢嘅數據，有啲咩元素同埋你本身自己有啲乜嘢嘅優勢咧可以知道。嗰下咧係從來咧冇認識過八字嘅，亦都邀請你咧可以將你嘅八字咧就擺喺咧呢個留言欄下面，咁啊寫齊你嗰八隻字啊，即係子丑寅卯啊甲乙丙丁嗰八隻字啦，講明你係男定係女啦，同埋咧就邊度出世。最重要嘅就係乜嘢對於你現在係最有價值，你最想為自己咧創造一個更高嘅意義同價值嘅話咧，將你嘅問題咧就寫喺下面，咁啊透過咧一個短片咧就為你去講解翻嘅。不過我講明先嚇，需要時間去輪候㗎。唔該晒。如果咧你本身係學緊八字，或者本身係好想咧去提升自己咧看八字咧嗰種觀點啊、能力啊，同埋唔同嘅角度，宏觀一個生命咧點樣咧可以幫到人咧去發揮佢嘅價值嘅話咧，你都可以參與咧我個國際版嘅網上課程嘅。片尾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現在為大家去講解翻咧喺盤古靈數入面咧個時柱咧係啲乜嘢嘅功能，代表咗啲乜嘢嘅人物，同埋咧點樣去發揮，亦都代表咗咧係乜嘢嘅歲數嘅時段咧。今日就為大家去詳細去講解翻。一般咧好多時啲朋友咧就係咧，如果用緊咧就係呢一個東南亞傳統嘅論法嚟講咧，時柱係代表咗咧你嘅仔女，亦都代表咗咧就係你嘅事業。咁啊係咁多啦，咁 Ken Sir 咧今日就會深化咧為大家去講解翻呢個時柱，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代表性，亦都咧就係有好多咧延伸啦，同我哋嘅生命咧就好有關係嘅數據咧入面去揾翻出嚟咯。喺盤古靈數 Ken Sir 研究咗咁多年，結集而成咧呢一套嘅學識入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要點咧，時柱咧係代表咗乜嘢啊？代表咗我哋嘅事業啊嘛。咁啊，時係代表乜嘢？即係個天干啦，時嘅天干咧，個時亦都代表咗咧，就係咧我哋一齊共事嘅人。乜嘢叫一齊共事啊？如果你係返工嘅話，即係職場朋友嘅話，你嘅同事啊，包括咗你嘅上司、你嘅下屬、你嘅工作嘅環境、你間公司嘅特質，係一間咧初創公司啊，定係一間咧成長嘅公司啊，定係一間國際嘅企業咧，亦都係咧用呢一個時嘅天干去睇翻。如果在於一個小朋友或者咧就返緊學嘅朋友嚟講咧，即係讀緊書嘅朋友咧，咁乜嘢同你係共事啊？就唔係就係你啲同學咯。你啲同學就係同你一齊做緊同一樣嘅嘢啊嘛。所謂人做我做就游水跑步啊嘛，大家做埋一樣嘅嘢，大家一齊都去學習。咁學成點咧？你啲同學嘅特質係啲乜嘢？亦都係用緊時嘅天干去睇翻咯。明白嗎？即係簡單啲咁講咧，同你一齊做一樣嘅動作嘅人物咧，都係喺個時辰嘅天干去睇到咯。譬如舉例啦，你而家除咗日常返工之外咧，亦都諗晚上咧亦都係有進修唔同啊。譬如好似好簡單啦 Ken Sir 不停咁都會學習點樣去拍片拍得靚啲啊，點樣去寫劇本啦，點樣咧去為大家咧去建立一啲影片啊或者 poster 會更加清楚同精彩，令到更加多人啦可以受惠到嘅。我都不停咁走去讀好多啦呢個AI 啊或者 digital 啊或者嗰啲數碼上面嘅攝影啊設計嗰方面啦。咁好簡單地喺課室入面係咪有機會有好多朋友可能係90後，有啲朋友係80後，有啲可能咧我試過最大年紀咧就有啲50後咧同我一齊去上堂嗰啲叫做啦銀髮網紅啊成個嗰類冇所謂嘅，因為記住一樣嘢，嗰班咪就係我嘅同學咯，一齊做埋同一樣嘅嘢咯。
可以嘛？又或者咧，本身你有參與咧唔同嘅慈善活動啊、獅子會啊、公益金啊、扶輪社嗰方面嘅話咧，因為經常好多朋友都係呢啲成員，你同埋一齊咧去做呢一個慈善活動或者推廣呢一個會入面咧去造就更加多人嘅，嗰啲亦都係你嘅同事咯。所以時嘅天光都非常之忙，亦都代表咗咧就係咧你喺一齊做嘢嘅人或者一齊相處嘅人嘅特質嗱，搞清楚，你可以歸納嗰啲係叫做同事或者同學，或者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結伴同行或者你嘅隊員，並不是代表你嘅朋友。你要記住一樣嘢，朋友你有得揀㗎，同事或者呢一個咧你冇得揀㗎。你返咗呢份工，你隔離嗰個位啊換咗個新同事，呢個新同事唔係你揀嘅，除非你係老闆啫，明唔明白？亦都代表咗咧老闆嘅下屬。因為都係一齊去做緊嗰一件事，所以時嘅天光亦都代表咗咧，就係咧我哋咧昌榮入面咧點樣可以咧乜嘢令到你咧就可以咧叫做脫穎而出、鶴立雞群因為最重要嘅地方，你喺嗰班人點樣 outstanding 出嚟，亦都係決定於就係時嘅天光咯，明白嗎？咁咧時嘅地支咧，亦都代表咗咧，就係我哋咧做事嗰個結果咯。如果咧一個人咧，佢本身咧呢個時嘅地支咧有格局嘅話咧，喺佢嘅世界入面咧係冇嘢咧係做唔到嘅，只不過係點樣做到係時間啊、技術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借力嗰方面咧，點樣令件事情發生。所以時柱係代表咗事業，不論你係男與女。因為古時嚟講咧，女命嚟講咧，天干就論仔，地支就論呢一個女嘅。咁咧，但係今時今日 Ken Sir 咧係比較咧現代化啲咁去研究咧，發覺到一樣嘢，時柱代表咗咧就係我哋做事嘅環境啦，亦地支代表咗我哋做事嘅結果，亦都代表咗我哋嘅仔，天干為陽，地支為陰，亦都代表咗我哋嘅仔女上面嘅特質咯。咁咧。古時嚟講咧，又分咗咧，就係女士就睇仔女，男士就睇事業。因為好得意地咧，就係咧，其實咧古時咧論生仔嘅話咧，我哋咧就同醫學咧就唔同，因為男女嘅精卵受孕咧，決定到咧就係生仔定生女就係呢一個咧 XY 呢一個 DNA 入面咧嗰啲符號嗰啲叫做嗰啲入面咧係咪 XY 就生仔而 XX Y 見 Y 就生女呢啲數據噶嘛。但係咧喺我哋咧就呢一個咧研究八字嘅結果啦，或者咁講 Ken Sir 分享我嘅結果啦，就發覺到一樣嘢，好簡單。喺古時，男人三妻四妾有7個 quota， 係咧恨咧，各位男士妻多夫賤多口提呢一句，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好簡單啦。韋小寶、韋爵爺佢有7個老婆同一時間咧就係 happy 晒啦。咁同一時間7個老婆咧都有咗新人，咁嚟緊咧就會啦喺呢個10月咧就會啦一齊去出世㗎。咁我想問下，如果用男士決定嘅，咁係咪咧就係呢7個老婆都係全部生仔或者全部生女啊？明唔明白嘅意思啊？所以如果喺睇一個人咧尤其是咧佢係將會生仔定生女咧，其實決定於喺女命個八字身上，因為點解啊？咁韋爵爺7個老婆，咁可能咧就入面咧就會有2個女5個仔咁樣出世噶嘛。入面嘅決定係決定於係女人嘅八字咯。所以睇生仔生女其實應該係睇一個女人上面嘅特質。好啦，講多咗啦，翻轉頭講翻咧就係翻轉頭講翻啦，時柱亦都代表咗咧就係我哋嘅年齡咧就寄存咗咧就係呢個49歲啦，至到咧就係呢一個啦64歲啦。咁呢一個時段嘅話咧，你嘅人咧個人嘅能量寄存咧就喺呢一個位置，亦都好正常去到49歲至到64歲，你應該都好着重咧就做事一啲結果同埋啲收成啦。咁你嘅事業位走咗去邊咧？你嘅事業位咪走咗去最忙嘅年柱度咯。所以點解年柱都係重複講一句就叫做游年缺啊？咁你話如果一個人去到49歲先生小朋友，咁係咪用個年柱嚟睇？冇錯，咁就要走去個年柱度睇嘅。可能你會覺得咧 Ken Sir 依套咧就比較複雜咗，好似咧用翻咧就日論命會簡單啲。嗱，記住搞清楚一樣嘢，你係要精準嘅答案啦，定係要舒服同埋方便先？如果你要精準嘅答案嘅話咧，你不妨可以參考咧 Ken Sir 依一套咧就盤古靈數。但係你純粹咧就係 hea 下或者純粹個人滿足俾我知咩用神用木火我一身咧就係穿紅戴綠就搞掂啦。如果你人生追求咁樣嘅，咁我可以話俾你聽，盤古靈數嘅算法嘅話咧。
對於一個咁 hea 嘅人咧，其實係發揮唔到功能嘅，因為點解？佢都冇為自己嘅生命入面去揾翻一啲價值，樣嘢等人講，等人話俾我知，簡單啲講，同等運到係冇分別咯，明唔明白？最大嘅哲學觀喺八字嘅世界嚟講就係咧，每一個八字都有佢嘅功能上面嘅發揮。好簡單，原始一個八字，好啦，我唔講歲數，你天生你會做事嘅行業會係點樣咧？如果你個八字入面個時柱出現咗咧上下相克嘅話咧，即係簡單啲咁講，你喺你嘅叫做事業嘅世界，你係好難咧同人哋去溝通，或者咧係唔中意咧去白人哋嘅嘢，或者咧唔中意咧接收咁多嘅資訊，所以就會容易咧個思維入面咧就出現咗狹隘，或者佢適宜咗一個研究生，因為咧佢如果天黑下或者下即係天光黑地支或者地支黑天光嘅話咧，呢啲人就過分專注係咩啊？專注喺自己中意或者想發揮嗰件事情嘅身上咯，明白嗎？所以有啲人天生咧係一個研究生，或者天生有啲人咧就係一個好好嘅 PR 啊，或者好懂得咧去四圍咧去處理咧人際關係，令到一啲好事啊、好結果啦喺自己身上面去發生。個個人嘅要求都會有唔同，因為你追求掌握啊，追求呢個控制啊、被控制啊，或者等人指示啊，呢個亦都係睇緊咧你嘅時柱、你嘅工作範疇上面你嘅反應咯。呢啲完全全都係離唔開啲好基礎老祖宗傳落嚟嘅五行關係咯。呢一個啊，呢啲五行關係就係呢一個合沖破害沖生剋同咯。最重要就係呢啲關係咧，就已經決定咗咧，就係咧你嘅事業嘅特質係啲乜嘢。如果你喺事業嘅結果入面想追求到同呢個金錢有關嘅話，咁就要睇翻咧喺呢一個咧古籍入面咧所講及到咧點樣用一個叫做馬追星咧呢個要訣咧去提升翻咧你嘅事業嘅結果同你嘅財富有冇關係咯。有啲人係天生啊好鬼容易去揾到錢嘅，係咪佢前世嘅福？你可以話佢係個福係夠。所以亦都要睇翻個年嘅天光有冇一個格局俾到佢，所以佢容易咧就會擁有呢一份福氣咯，明唔明白啊？當然，如果你嘅格局喺時柱嘅話，咁好正常，你嘅事業就可以發揮得好咯。如果你嘅格局係喺呢一個月柱呢個月嘅地支嘅話，咁即係代表咗咧係咩啊？你可以發揮到你嘅書本啊，你擁有嘅知識啊、智慧啊，或者屋企點樣去栽培你嗰個過程咧，令到你自己喺個人生上面去發揮咯。所以八隻字係要睇齊嗰八隻字，逐隻字去揾有冇層次、有冇格局、有冇能量，同埋現時你嘅人嘅生命嘅能量寄存喺邊一個位置。簡單咁講 Ken Sir 有幫人咧去設計電話號碼，亦都有幫人咧去設計咧呢一個名字，呢啲亦都有幫人咧係透過風水嘅能量去提升自己嗰種運程啊，或者周邊嘅環境。但係完全我所有嘅參考都必定要睇咗佢嘅八字入面，佢有啲乜嘢嘅福氣咧可以幫佢咧可以提升。如果大家仲係執着咗，淨係喺日論命嘅，唔緊要，你繼續享受咧你自己嘅世界。Ken Sir 喺呢度咧，最大嘅目的咧，點解講咁多資訊，亦都示範咁多八字俾大家睇啊？我就係好希望為生命咧去創造一個價值，唔好淨係咧盲目地咧就係啦，去等人話俾你聽，你係乜嘢去乜嘢嘅五行幫到你有運行，你乜嘢嘅大運就掂。咁好老實講，咁你行完大運咁點啊？等死啊！咁所以點解近代嘅人就咁短命啊？我哋越長命，亦都越可以咧，就更多功能為呢個社會嘅貢獻。當你60、70歲，你嘅社會經驗咧比其他人多嘅時候咧，亦都係最好去貢獻呢個世界嘅時候。但係偏偏咧，因為咧好多時咧，以前嘅王朝啊，即係歷代啊，呢一個咧唔同咧嗰啲官僚啊，或者一啲霸者啊，即係嗰啲皇帝啊，為咗咧要控制人民咧，就唔好咧就反佢個皇位，所以就將好多智慧嘅知識啊就焚書。有冇慳餘就個個朝代唔知啦。咁但係起碼焚書就令到咧我哋好多古典嘅內容啊，同埋咧古典啦，就點樣去睇通一個生命嘅內容咧就冇咗。咁你可能會問啦 Ken Sir 你點解你又可以揾到出嚟啊？因為最重要嘅地方，我唔會咧就盡信書又不如無書。每一篇古文入面，我會反覆咧去咧參考翻，因為咧好多時寫書嘅朋友咧，為咗保留呢一份智慧啊，將好多嘢咧就出現咗一個叫做轉移啊、替代啊，
記住一樣嘢，所有嘢你願意去反思嘅話咧，一定咧係會有啦另外啲數據去走出嚟，因為 Ken Sir 就係一個咁中意咧反思或者咧就係咧去跳脫呢個傳統嘅規範嘅特質，所以俾我研究到呢一個盤古靈數出嚟咯。我就因為研究到，亦都經過幾千個嘅八字入面咧嘅印證咧，而出現咗呢一個結論咯，都係嗰樣嘢噶啦。賣下告白啦！如果大家想學懂呢個盤古靈數嘅，私底下聯絡 Ken Sir啦。我有個國際版網上課程咧，方便大家咧任何地區、任何界限咧，只要上到網咧，24小時都可以學習到。每星期咧，我每星期咧都會跟進翻咧我所有嘅學生咧佢學習嘅情況係點樣咯，可以嘛？咁你哋有任何嘅八字嘅問題咧，都可以下面嘅留言咧去問 Ken Sir 嘅。好啦，翻轉頭啦，講總結又講完咗啦。時柱代表咗你嘅49歲至到64歲，你去到65歲就睇翻你嘅年柱嘅地支，即係你嘅生肖，明白嗎？時柱亦都代表咗咧，就係咧你嘅事業嘅特質，你同你一齊做嘢，你間公司你嘅工作嘅環境。時嘅地支就代表咗你嘅做事嘅結果個層次性，可以達到啲乜嘢嘅效果，而你做嘅事情可唔可以對呢個世界咧有唔同嘅影響啊，或者唔同嘅造就咧？明白嗎？時柱亦都代表咗咧仔同埋女，天干代表咗仔，地支就代表咗女，明白嗎？咁就係咁簡單。記住一樣嘢，當你個人咧行到去呢一個咧49歲至到咧呢個64歲嘅時候咧，你嘅事業咧就走咗去年柱啦，所以年柱就好鬼忙。所以 Ken Sir 點解設計呢一套嘅論法就叫做游年訣啦？我哋乜鬼嘢最後尾都係走翻去個年柱度嘅。所以與生俱來你有幾多嘅福，你嘅性格有啲咩特質？天干克地支一定係地支克天干咧？天生地支一定係地支生天干咧？定係大家係互相相克或者咧互相同類咧？即係或者譬如就係呢一個咧就甲寅啦，就丙午呢啲就同類諸如此類啦，明白嗎？咁Ken Sir 簡單啲咧就係總結啦翻咧就係呢一個時對我哋有啲乜嘢影響。再次重複，如果你覺得呢個內容幫到你嘅，記得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認知讓更加多人受惠。同埋大家想學呢一個盤古靈數嘅話，又或者想 Ken Sir 為你咧勾畫出你嘅生命藍圖嘅話，片尾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今集講到呢度啦，下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